各位，黃子瑩報道新聞。3號強風信號仍然生效，強颱風尤特進一步逼近。天文台話會喺凌晨1點40分或以前發出8號信號。尤特目前集結喺本港西南偏南大約32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移動，時速大約16公里，橫過南海北部，大致會移向廣東西部沿岸。尤特係今年吹襲華南最強嘅風暴。午夜之後，港島杏花邨嘅風勢轉強，中環嘅雨勢亦加大。土瓜灣炮仗街晚上8點幾，有直徑約2米嘅鑊形天線由高處墮下，壓中幾架電單車。天文台話，尤特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。按照現時嘅預測路徑咧，強颱風尤特會喺星期3嘅朝頭早咧係最接近本港嘅，會喺香港西南咧係300公里內係掠過嘅。其實現時咧，本港普遍已經係吹強風㗎啦。喺星期3咧，風力咧會係進一步增強嘅。由於受到尤特嘅外圍雨帶所影響咧，所以星期3個天氣咧會有狂風大驟雨嘅，溫度咧就介乎夜5至夜7度。天文台預計狂風驟雨嘅天氣會持續到星期4。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導。記者鄺贊恩而家係喺尖沙咀㗎。鄺贊恩啊，你嗰邊嘅天氣係點啊？係啊，黃子瑩嗱，而家我喺尖沙咀碼頭呢度咧，可以話係啱啱先至真正感受到尤特嘅威力㗎。咁而家雨就停咗啦，咁但係風勢係明顯增強㗎。亦都喺幾個字之前呢，亦都有一場橫風橫雨嘅情況，亦都幾大雨下㗎。咁而家咧，我哋睇翻海邊呢，其實就已經係潮漲㗎啦，海面亦都有少少嘅湧浪。而家咧嘅途人呢，其實就已經少咗好多㗎啦，比頭先，但係咧亦都可以唔難見到有少少嘅年輕人啊，或者一啲所謂追風一族嘅人喺度喺海邊咁樣。我哋會係繼續跟進住呢度嘅最新情況，先將時間交翻俾你啊，黃子瑩。好啊，唔該晒。新渡輪本地航線會喺凌晨2點20分之後全面停航。新渡輪本地航線會喺長洲開往中環嘅尾班船喺凌晨2點20分開出之後全面停航。航班包括中環往來長洲、中環往來梅窩、環水道，以及北角往來九龍城、紅磡等航線，直至到另行通知。航空交通方面，國泰航空多班航班要延誤或取消。取消嘅離港航班分別係由香港飛台北、北京、東京、新加坡同曼谷等地。而星期3被取消嘅多班抵港航班，原定分別由悉尼、台北、北京等地起飛。此外，亦都會有多班離港航班會延遲。由於航班狀況會喺短時間之內有變動，呼籲乘客喺出發之前先查看國泰網站嘅航班資訊。而中華航空宣布，朝早由香港分別飛台北、台中同高雄嘅3班機會有延誤，4班離港航班取消。分別由雅加達、台中同高雄飛抵本港嘅3班機將會延誤。另外4班抵港航班取消，航空公司呼籲旅客喺出門之前留意最新消息。中央氣象台預計，尤特會喺聽日下晝至到夜晚喺廣東陽江至到海南瓊海一帶沿海登陸。當局今年係第一次發布最高級別嘅颱風紅色預警。